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香港脫單指南研究所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牧羊啦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主題係，原來唔係所有人都值得你繼續去等。呢句說話咧可能會好殘忍，但係都有個事實嚟。唔知你有冇試過咧？等一個人，等到連自己都唔係好知佢點解，等佢回心轉意，等佢諗通，等佢搵返你，等佢同你講對唔住啊，其實我仲好愛你㗎。但係現實係，當你等到夜深，等到信息都傳咗出去，佢會已讀不回；等到所有人都叫你放手，你仍然都係問死心。去到最後，你發現佢唔係返唔到嚟，而係從來都冇打算返嚟。咁今日咧，就想同大家分享呢個主題，究竟等一個人究竟值唔值得呢？第一樣就係想同大家分享，你等緊嘅人知唔知道其實你係等緊㗎？有啲人呢，分咗手之後仲會好掛住對方，唔敢打擾佢，但係又唔捨得走得太遠，或者你會偷偷睇佢 Instagram 嘅動態啦，你會留住佢送畀你嘅禮物啦，甚至乎有新對象嘅時候，你都冇興趣，因為你個心根本容納唔到第二個人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其實對方其實可能已經冇再記得你，甚至已經開始新嘅生活啦。喺你留喺原地嘅期間，可能佢已經行咗去好遠、好遠、好遠。你覺得你係等緊佢，但係佢根本都唔知，甚至就算你知道咗，都冇感覺。最可惜嘅係，唔係等一個唔值得等嘅人，而係連等緊邊一個，可能你都唔知。第二樣嘢咧，就係或者你認為等落去，有一日佢會發現你有幾好。有好多人咧唔願意放手，係因為仲抱住一絲嘅希望，或者你會喺度諗，如果我仲喺度，或者有一日佢會發現我先係最合適佢嗰個咧，跟住佢就會有機會同我喺返埋一齊啦，係咪啊，冇太郎？但係咧，現實係一個人如果真係想要你，想同你一齊，佢根本唔會想你喺度等，因為愛你嘅人係會珍惜你，而唔係會試探你。愛你嘅人會驚失去你，而唔係等你等緊去同佢做決定。愛你嘅人係會主動返嚟，而唔係等你熬到最後一刻
先做決定，或者你會諗，我覺得自己好專一、好長情，但係其實你只係畀咗對方一個理由去放任自己，因為佢知道你會等佢，所以佢從來都冇珍惜你。第三點呢，就係你有冇發現呢？呢場嘅遊戲，你嘅等待最傷害嘅，可能都係自己。你以為自己只係等一個人，但係其實你已經困住咗自己。你推開晒所有可能可以發展到嘅關係，你一次又一次拒絕畀自己重新開始嘅機會。你唔敢對未來有任何期待，因為你仲停留緊喺過去。最痛苦嘅係呢，你唔係你等咗幾耐，而係你連自己都發現自己冇晒快樂啦。其實呢，愛情只係生活其中一部分，但係或者你等到愛情已經變成你嘅全部，你為一個可能永遠都唔會返嚟嘅人，放棄咗自己嘅未來，放棄咗自己嘅青春，放棄晒所有可以發展嘅對象，不如試下諗下，值得咩？最後一點呢，就係如果對方真係有心，如果真係愛你，佢係唔會要你等。試問下自己啊，如果一個真係愛你嘅人，又點會咁忍心要你等咁耐呢？如果佢真係後悔嘅，去揾你，而唔係等你揾佢；如果佢真係唔捨得，佢會努力去修補，而唔係睇住你受苦；如果佢真係愛你，佢會選擇珍惜你，而唔係推開你。咁如果個人要你等，代表乜嘢呢？某個人就覺得對佢嚟講，你唔係必需品，而只係選擇嘅其中一部分。但係愛情從來唔應該用選擇去形容，而係應該用呢兩個字，就係唯一。最痛嘅等待呢，唔係等唔到對方，而係等到最後你先發現自己白白浪費咗時間。如果個人真係適合你呢，你唔需要等，因為佢會同你一齊行。如果個人唔值得呢，就算等幾耐都等唔到一個幸福嘅結果。其實人生真係好短，唔好將自己困喺呢個等待入邊，活在當下。而都想再同一啲仲係聽緊嘅讀者嘅聽眾去講，其實你係好值得被愛㗎，但係請你都記住，愛你嘅人係唔會要你等。
咁今日嘅分享呢，就差唔多啦，唔知大家有咩諗法呢？如果你都有戀愛煩惱，歡迎 DM 我或者投稿你愛情故事，我會為你一拆解。記得想大家 follow 返同埋訂閱呢個香港脫單指南研究所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多謝你，晚安。